稳住节奏，转速保持90，再撑一圈就到终点。尾流很好，不要怂，汗水就是成绩。最后冲刺，全力踩下去。很好，大家的节奏比上一轮更稳了，感觉状态不错。再来一圈就能破纪录。记住，起步要齐，最后20米全力冲刺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走吧。他们咬紧牙关，不放慢任何一圈，这是屬於他們的。4隻狗狗組成嘅香港車隊進入最後100米，佢哋並排衝線，成功奪金。太心啦！呢個港隊歷來首面公路賽金牌，4位無環嘅木器無懈可擊。大家齊心，金牌就係我哋嘅。哇！4隻車手並肩衝線，佢哋同時穿過終點，金牌屬於佢哋。黃金組合完美配合。佢哋今日4個香港狗狗車隊同時間越線，冠軍無懸念。你睇下佢哋舉起雙手，一齊衝線，夠晒霸氣，成功守住領先，奪得公路單車金牌，呢個畫面太經典啦！金牌掛上鏡，獎杯高舉，呢支隊伍真係無敵。最後30公尺，4隻紅衫狗狗仍然繞得死死嘅，佢哋肩並肩，速度越嚟越快，衝線啊，同時過線，呢個係一場完美嘅團體。